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土伯特人民议会在新德里开展为期1周的游说活动；法国驻印度大使访问印度南部藏传佛教寺院；澳大利亚前参议员鲍勃·布朗获颁悉尼和平基金会人权金奖；吉美次仁出任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代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由第18届土伯特人民议会副议长堪布索南丹培率领的一组代表团，自本周一7月27号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了为期1周的游说活动。此次游说活动正值印度国会季风会议召开期间，代表团与印度联邦部长、国会议员及其他重要人士举行会晤，就当前土伯特境内的严峻局势进行了说明，并提高各界关注。代表团特别聚焦中国政府近期实施的所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呼吁印度政要就该法带来的严重影响发声，并支持土伯特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向印度政要提交的5点呼吁中，代表团敦促印度政府反对中国一切形式的跨国镇压，承认土伯特在历史上的独立地位，并敦促中国领导层通过和平对话解决藏中冲突。代表团还特别向印度政要提及今年7月2号流亡美国的藏人让赞罗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身亡的情况，以及土伯特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另外，法国驻印度大使蒂埃里马图携夫人塞西尔马图于上周三7月22号礼节性地访问了印度南部巴拉库比藏人社区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人行政中央驻印南首席代表基梅斯陈和法国驻班加罗尔总理事马克莱米全程陪同访问。期间，大使一行朝拜了巴拉库比的色拉杰寺、兰卓林寺以及扎西伦布寺，受到各寺主持、荣波切及僧团代表的热情欢迎，使来宾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流亡藏人深厚的宗教、文化与精神传统。与此同时，长期支持土伯特自由事业的澳大利亚前参议员鲍勃·布朗博士于上周五7月24号在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荣获悉尼和平基金会颁发的2026年度人权金奖，以表彰他毕生致力于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事业，以及在保护自然环境、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方面展现的卓越领导力。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噶玛森格出席了颁奖典礼，并在现场祝贺布朗博士荣获这一殊荣，同时感谢他长期以来对达赖喇嘛尊者和土伯特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续驻拉丁美洲前任代表基美次仁获任命为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后，驻新德里办事处于本周二7月28号举行职务交接仪式，顺利完成各项交接工作，基美次仁正式上任。在交接仪式上，代理代表兼办事处秘书长扎西德吉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仁钦的见证下，正式将办事处相关公文、档案及资产移交给基美次仁，圆满完成了各项职责交接。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最新讯息，欢迎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